下班后来看客家100内列专题报道，传媒天阳电视片嘅第二集，为首家嘅系桃园侯孝贤，以用天阳比情上市拿到嘅威尼斯影展嘅金狮奖，系台湾第一代入到国际影坛嘅重要人物，伊对台湾天阳也有过大嘅贡献。侯孝贤系广东梅县人。归驻村土地关怀，故所以归多位主题呢，如系几多以慎重嘅为数去协备。除了侯孝贤以外，也很多年来也引来很多客家式的桃园，参与到社会各体，关心社会议题。而咱的作品也引受到国际肯定。继续来看下100年来客家式桃园对台湾影坛嘅贡献。哇，天元机，啊，但迄日头小放下骹，放在顶悬，啊，飞几步啦。天阳比起上市地度，大家亲熟悉的场景就是9分6亿去蒙沙岩蒙蒙的画面，一种讲得都市的悲伤、老时代的凄凉。也在天阳每位桃园侯孝贤得到威尼斯影展的成功荣誉。侯孝贤桃园的作品打入国际，变做国内外当有名的国际桃园。也有按好成就的桃园，就是行业。他家作品地度没看得到行业的身影。外婆，外婆，哦，乖乖乖，哇，按过了哦，英燕吼，来，有事茶。我不喝啊，我也不喝，没事了，安静一下。东东的假期，谈得到当道合法，也就天阳的主题就是侯孝贤的成长背景。啊好。1947年，他广东梅县出世，背面鬼父抗议搬来台湾，其实是重山客。他童年往事地度，老阿婆竟还没阿好，就是侯孝贤。其当后将镜头对准神法。他80年代边内，一种风格和台湾天然结合，带出新气象。阿好啊，阿好，多谢神呐！哎，多好。那么拍电影的人是很敏感的。所以当时一批的导演，那些一批的导演开始在自己的生长的环境跟土地里面去找寻素材，这就是新电影的那个形成。他们一直想跟这个社会对话，一直想制造建立一些很深刻的意义啊，像这样子。妈，看考到哎，什么呀？看考到省立凤州，我桌上有一个粉笔打的勾，老师说桌上有勾的就是考到了。用新人物做主题，讲神法度为独到的事情，侯孝贤用镜头关怀自家生长的土地，并带动天然工作者来关怀社会。歹势当，会先怎分开了？想到你有这么细汉，这么义薄云天哦！你对哇，我保证你有食有啉。学习桃园做免费，用镜头深入探讨人性，大家可能会触讲一下当有感想。你好恨我吧？这小翔，我知道我们住在一起，大家都不舒服，但是大家就忍耐一下。影片地图嘅西南主角是假巴嘅脚尖，观众可能同新冠头度留下动态嘅震撼。当然希望很多人来看这电影，因为这电影说实在，它是我们生活上天天都要发生的议题。那只是说在媒体报道、新闻报道完以后，它很多东西就不见了。搞给哪里面懂啊？我来找我妈的。妈，回家了。做免费用天阳探讨家庭暴力、失踪儿童、老弱势家庭也有社会现象。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委屈？先生，你这么委屈可以跟我们电视台说。先生，小孩不公平了。让我一出强用对真实社会事件改变的天阳，是探讨案件性嘅太时代四百项嘅处境。你来示范嘛？学习演员林子怡，他也出去演出。其自家嘅系桃园，故所爱做亚洲角色，当有自家嘅想法，未做到一枪。他来客家意思他激烈，所以呈现呢客家的很多，客家人在社会上很多形态上的话是比较大家没有看到过的，没啊什么相夫教子啊、勤劳朴实、节俭用跟全部都主方看的啦。可是真的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客家，那个客家人他在讨生活中，你就看到。不一样层面的客家人，他对很多事情的处理，这样子。那虽然有一点残酷，不过
可能他肯定全部低啦，真紧黑暗的。才哥这个角色是我自己添加上去的。那我一开始就想要找林志儒嘛，那我就在想说，因为我习惯会针对演员去写剧本，啊，儒生有太多特性可以融合，包括客家，包括把整个他连主角的设定都被他拉进客家。拜行。弟弟，我看哦，送茶了啊。阿婆，未讲求婚爱嘅，啊？可能1980年代後校園桃園帶出嘅新天陽風潮，不過桃野之前，其實嘅天陽單單就係有商業目的。在美桃文化嘅人士嘅影響下，開始關心土地。下後睇睇新人家業，又見來見到客家嘅天陽工作者關心環境、關懷社會，加到用鏡頭反映人心，作品接得到國際肯定。有很多嘅觀眾未對也一格嘅影像地圖同各族群相互對話，客家認識台灣嘅各種面貌。客家新聞范權輝、李麗台北報道。